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妈妈。恁兜敢也有几本咧刻邮票的簿啊？即阵的邮票是哪来哪少看，毋过就算寄批的人变少，有咧收集邮票的人也是袂少。台湾是啥物时阵有邮票的？英国捌有过啥物出名的邮票无？为邮票的变化会当看到啥？今日我来讲台湾的邮票。即阵收到的批已经哪来哪少啊，有打邮票的佫较少，所以阮若有看到，拢会另外甲捡起来。遮尔水的图单调是足无彩的。我想足侪人甲我相共，厝内拢也有至少一本咧捡邮票的簿啊，嘛应该袂少人拢会甲邮票捡起来。要讲台湾的邮票进前，咱先来讲邮票是安怎来的。英国的批信是险人去送。若是官员有家己送批的人会当找，毋过成本是足悬的，所以一般的人拢无这个机会。邮票安怎来？邮票是一个英国人发明的。过去英国寄批的服务是批送到位的时阵才甲人收钱。听讲迄当阵有一位女性，伊逐工拢收到足侪张要甲伊求婚的批，因为迄当阵的邮费是袂少。伊根本付袂起，所以伊规气完全拒绝收批，安尼送批的人就收无钱啊。即款拒绝收到批的人袂少，所以政府提供的即个服务拢无趁到钱，等到了钱。伫1840年，就有一个人建议政府讲，就要先收钱才去送批，钱收了伫批顶头打一个票啊，互人知影讲已经有收钱，安尼就好啊。安尼送批人就拢袂伤无钱啊！这就是上起头的邮票。为迄时起，足侪国家拢学英国安尼，因去做邮票来收钱。台湾是伫日本统治进前都有邮票啊。1888年，老兵团伫台北城设台湾邮政总局，迄当阵就有2种邮票，一种是官府咧用的，叫做台湾邮票。另外一种是民众若去寄批的时阵，办事人员会甲因现场收到的钱金额写伫一张邮票顶面。这张邮票叫做邮政商票，这张嘛是相共打伫批顶头，才险人用2支骹去送批。台湾历史上捌有过一张伫国外真出名的邮票，就是1895年台湾民主国发行的邮票。有人甲叫做独虎票，独入的独，因为内底画一只虎。迄时老英福为着要抵制日本人占领台湾，伊就卖邮票来筹备这个军费甲通信的费用。这张邮票中印一只虎，甲黄虎旗顶头迄只要共，也佫有写台湾民主国。这张邮票的出名是因为迄时外国人已经有咧收集邮票，所以这张足侪是外国人买去。因其实是看无到底是印一只虎，也是啥物。有的人甲因当作是碰瓷，也嘛有人甲当作是一尾灵，也是一只猫啊。迄当阵台湾的印刷甲纸拢毋是足好的，毋过因为销路真好，甚至有人仿的邮票、电脑纸甲印刷拢比真的佫做了较好。后来日本时代，除了日本印的邮票，台湾总督府嘛印过纪念邮票。迄时也有纪念邮印，就是迄个印啊，甲纪念光批。从1923年纪念裕仁太子来台湾的时阵，都有用新高山即阵的玉山做主题，发行纪念邮票，也佫有光批甲印啊。小共迄当
嘛是头一摆台湾有用飞行机来送批，是为台北送到屏东，为着要纪念这天，邮便局嘛发行纪念邮票。迄时台湾日日新报阁为着纪念这天，特别打邮票，甲报纸为台北寄去到住伫屏东街的读者。因为伫日本时代寄批嘛毋是作俗的，迄时的新闻不时拢会报讲有掠着邮票打无够，也是英国邮票阁停打，所以这张批就怎寄袂出去。毋那安尼尔，警察也阁会照批顶面写的字迹去找寄批的人。按照迄时的规定，安尼是会罚20块，这是袂少钱。若是答袂出来的人，就会互处刑、抓藤条，也是竹锤啊，甲讲。有人甲邮票叫做国家的名片、国家的美事，因为这张会寄出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所以逐个国家拢真注重邮票的设计。也因为安尼，才有遮尔水的邮票通收集。毋那安尼尔，后来各国的政府嘛发现讲，这个批录啊顶面若放一寡图，也是字，阁有广告宣传的效果。然后美国国文嘛安尼建议政府，所以台湾邮政总局因就特别捌用机械的印仔，伫要寄去国外的批顶面宣传迄当阵台湾上主要的外销产品往来甲红茶。伊印仔顶面写华语嘛写英语，也阁有画一寡图。为无共时代的邮票会当看出足侪物件的，所以有研究者是摕邮票来研究伊的美术设计，也嘛有人为邮票来看经济发展，研究国家意向，也是无共时代的政治宣传，甚至台湾总统就任的纪念邮票顶面，总统、副总统的清查拢真深色。伫威权统治的年代，邮票是政府宣传的工具，为蒋介石的人头、中国的水墨画，到台湾的10大建设、教育成果，拢总捌印伫邮票顶面。像黄友钦老师就研究过台湾邮票的观光宣传。伫1956年，为着要宣传观光，邮政局就精选适合放伫邮票顶面的台湾风景图，也是台湾名产。迄个时阵，真正有袂少外国人会来买台湾的邮票。照迄时台湾邮局的统计，伊发行出来的邮票有2成是拢外国人买去的。观光客若到台湾，会想要去买台湾邮票做纪念，而且邮政局也会去国外办邮票的展览。为着要宣传观光，像1963年发行新的航空邮票的时阵，主角是一只喷射机，不过伊的背景是台北的碧潭吊桥甲新竹的西头山。这2个是当时真出名的风景区。佮过无几冬，邮票顶面的喷射机是飞过圆山大饭店甲故宫博物院。为着要伫台湾建立，这就是另外一个中国的形象。政府特别设计起这款中国北平的建筑，这拢有出现伫邮票顶面。像太鲁阁的邮票，除了有2个穿传统服装的原住民女性，后面也阁看会到迄个中国式牌坊。除了这代表中华文化的建筑甲文物，也会发现台湾天然物种的邮票，像蝴蝶兰、台湾的水果、动物，也嘛会有台湾的手工艺品，也是故宫内底的文物。邮政局是真早就会甲故宫博物馆的文物放伫邮票顶面。伫也无版权、著作权的年代，因是拢直接用，而且嘛无的确照原来的形落去设计。一直到阮寿平画《牡丹图》，伊印出来的时阵，就有民众去投诉。阮寿平是大清时代出名的艺术家，故宫有卖少伊的图。伫2011年，
邮票顶面印伊画无单独，毋过原图敢若画一蕊，邮票煞有2蕊。即摆是设计师感觉邮票若敢若下面一蕊花，顶面空空，所以山顶头阁加画一蕊。因为安尼，民众投诉讲，这甲原本的图就无相共啊。毋过，嘛有咧捡邮票的人出来讲，对因来讲，因要收集的是邮票，就算生了无共款，因也是会去买。邮政局嘛出来讲，因用过用故宫的图的时阵，嘛无完全照本地的原始图来设计。若讲到收集邮票，这件代志是为日本时代就有啊。因为迄时日本人都会伫报纸杂志介绍收集邮票的趣味，后来学校也推广，这一直到战后拢阁相共。一张邮票的价值，除了伊是稀罕的、较少看的，另外嘛得爱看伊的外形，图印了敢有正，边仔一起一起敢有胶全，也是互囡仔当着的所在是占偌济。所以2张相共的邮票，伊的价值未完全相共。也嘛有人是特别去收集邮局的印仔、邮印，就是放伫花顶头迄个印仔。有时为着补一个纪念活动，会特别设临时邮局，伊的印仔就足稀罕啊。也嘛有特殊的纪念印，这是真古早就有啊。台湾自1905年要配合书政纪念日，邮局就会特别放紫色的印仔。迄当以后，逐当拢有一粒无共设计图的印仔，为着要纪念这天。这一直到后来拢有，像2012年的时阵，邮局发行黄飞飞纪念邮票的时，伫伊的故乡桃园大溪的大溪邮局，就会当放黄飞飞的纪念印仔。为遮收集起来的邮局印仔，也会当看到同一个所在伊地名的改变，像英国印的是大狗，后来就改写高雄。我嘛到呾才知影讲，有人咧收集规个批录啊，就是包括邮票、印仔、写字，主要是咧看即个批录啊，伊所代表的意义。像讲为一个批录啊，会当看出迄时用的钱邮费是偌济，一张批顶面是放偌济印仔，有时也阁会放纪念印仔，也是宣传用的印仔。今日邮票就先讲到这。这集放送的时间是农历3月14，大道公生，也嘛应当有大道公风。看办势是应该会落雨，毋知影风敢会作透。这个月台湾人台湾事已经满5冬啊，我运动就爱做啥物？毋过计划要做的也是袂赴通见人。颠倒是摕着民俗台湾，我发现内底有袂少传说，会当甲听友分享。这个传说拢写了真简单，讲起来袂超过3分钟，可能有的人捌听过，毋过对我来讲，拢是真神奇的故事。若无听过，有的是想拢无。所以刷落来，逐礼拜二，我会讲一个伫日本时代就有记载的台湾传说，互大家听，当作是5周年的特别节目，送互大家，也嘛送互我家己。大家若听了对这个传说有啥物想法，也是有别项要补充的，请写批来甲我讲，我嘛会甲恁的意见、甲恁的说明，甲听友分享。请大家记得留5粒星留话互我。要寄付的人，请看节目的文字说明，也是找节目的网站。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